掌柜的，哎，老吴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厂子有事儿啊？啊，这是藤井让人送来的，他晚上请你吃饭。日本人是日本人。妹子，你放心，就冲日本人毁了你的终身，我也得给藤井扒层皮。老吴，你现在就回去，告诉东初，让他准备好汽车，晚上让他跟我一块儿去。哎，六哥，你可要小心点儿，日本人可狠呢，我恨死他们了。哼，这儿不是东三省，王八蛋！你六爷我举着钢叉正等着你呢。在青岛，我很想你啊。我常跟三木说，在中国人里，陈先生是很优秀的，只是陈先生太固执，不肯成为我商业上的伙伴。哎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来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们一次一次和我打交道，一次一次组织吃亏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跟我一起合办染厂呢？这是我们立场不同。如果我们站在一起，那就会让别人吃亏。藤井先生，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你要和我合办染厂的事儿，就不要再提了，就到此为止。我知道你给的条件很优惠，甚至我不出钱都可以，但是这事不能办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这人太精明，不会受你的使唤。你要在济南开染厂，还是找个外行，这样的话一切都好办。你这话很坦诚，我是想找个外行。今天我请你来，一是想见见老朋友，再就是我非常佩服你的才智。在你卖给我工厂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鸽子会认家呢？可是陈先生却想到了，所以给我留了一个空场。这怨不得你。尽管我们商社的人很恨你，但我却不恨。商业就是商业，所有的事情都摆在那儿，是我自己没看到啊。哎，别，咱这事儿得说道说道。你要是天天白面馒头吃顿肉，再把那工钱提高点儿，工人还不死心塌地给你干活啊？哼，你倒好，工厂接手没2天，你看你的工头，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的，工人能不跑吗？我这边工人都招满了，让你这么一闹啊，全跑到济南来找我了。你说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呢？来，这杯酒喝了，算是你给我赔礼道歉了。不管是不是这样，我都佩服陈先生。陈先生，如果你不肯跟我合作，一旦我的染厂开工，可能会对你不利。这一点你想到了吗？不光你，哪家染厂开工对我都不利。我的身后是整个帝国，那种财力不是哪个人能比的。这一点你也想过了？想过。可我琢磨着，你那帝国不可能把整个钱都用在你一个染厂上面吧？他还得捣鼓着硫磺造点炸药。藤井先生，你还是听我的，找个外行，这样的人比较听话。我这个人很难对付，你是没法跟我合伙的。藤井先生，你就土地爷掉到井里。什么意思？别捞这个人了。来，干！来。哎，藤井先生，这俩闺女是专门倒酒的。只要你愿意，她们干什么都行。她们是你买来的？不，她们是自愿来的。她们可以用任何的方式为帝国献身。那你的帝国也太糟蹋人了。
这字啊，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写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你看，一横，一竖，看懂了吗？看懂了。看懂了吗？来，写一个。你看着一点啊。哎，真不错。你长考了半天就下这儿了，你要是下这儿，我可就要蒸子儿了。我看你心不在其上嘛。是心不在焉。这些天你情绪不太好，是不是洋行里做的不太顺心呢？不是，自从我离开了六哥，我就在劝自己，要从染厂的影子里面走出来。可是现在我觉得我的魂儿还是在染厂。昨天下午我见了苗先生，他也说，我离开六哥是不对的。那你就再回去呗。看你现在整天无精打采的，都不像以前那个人了。我再适应适应，时间一长了，恐怕就好了。我原本是想我在洋行里能从侧面帮帮六哥。自从你离开六哥，好像长大了很多。以前在他那儿老是有个依靠，现在自己出来做事儿，能够独当一面，这是件好事儿啊。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到青岛，我和二妹整天担心你再弄个老三回来，现在也不怕了。你们俩可高看我了。其实我远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。这人毕竟是人嘛。女人无所谓正派，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；男人无所谓忠诚，忠诚是因为这个背叛的筹码太低。道德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啊。当然，我是不会再把老三弄回来的。好，等过年的时候啊，你就再把这些话说给咱爹听听。哎，这话怎么能学给咱爹听呢？翠儿，要不你陪我出去走走？啊，一会儿还是二妹陪你去吧，也省着你光守着我，她心里不高兴。六哥，藤井说了些什么？我没等他说出来，我就把他的话给堵回去了。这老家伙想在济南捣鼓点事儿。哦，对了，资文海上去了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他那根文明棍我认识，就放在走廊的衣帽间里。走。老吴，哎呦，看我这行头怎么样？掌柜的，精神，有气派啊！一看就不平常，有气派。什么有气派？什么衣裳穿到我身上都像个土财主，不像工业家。头发也短，有头油的时候。掌柜的，您这一身眼下那可是最时髦的，叫什么国粹派？那些大人物见洋人都穿着长袍马褂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还有点底儿。他约咱2点见面，咱们现在就去。东初说这个人傲，咱们到那等着他，免得他挑咱们的人。走。哎，老三，你六哥没来济南的时候，也没想着和谁商量事儿，可他这一来，有什么事总想着和他商量商量。私家马上就要开工建厂，用不了1年，这厂子就建好了，咱应当事先想个对策。哼，可他去了上海。三弟，这么多年我没说怕过谁，就这2、3年吧，济南前前后后开了7、8家染厂，我都没在意。可资家这么一闹腾，我怎么就这么七上八下的？大哥，其实不必在意，资家没什么，他毕竟是个外行，染布又不用法律，1年半载他上不了道。我觉得，关键是藤井，你想想看，万一六哥把上海合伙的事儿谈成了，咱们都干起来。这个时候，藤井把批布来源一断，只卖给资家，那咱们就麻烦了。你也是，
你应该把这事跟你六哥说说，让他顺路跟林强荣谈谈布的事。现在本部产的这些布成色还将就，其他厂子咱没打过交道，这心里没底呀。你再给他补个电报，把这事跟他说说。嗨，大哥，根本不用。六哥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主，这种事儿你根本不用提醒他，他自己就能想到。这个资文海，当律师就当律师吧，你干的哪门子硬染？嗨，大哥，不用这么担心。你资文海就是再坏，可你毕竟是个耍嘴皮子的，商业上使坏，首先得懂行啊。他根本弄不清醋从哪里酸，盐从哪里咸。我看，除了藤井截断批布来源这一招，根本就不用在乎。董事长，山东那个姓陈的到了，您看怎么安排？我还没想好，是不是见他？董事长，生意场上讲的是个信用，既然咱们答应让他来上海，还是见一下比较好。孙先生，你不晓得，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人。你不要看他不认得字，也不要看他厂子现在规模比不上赵东初，我听说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。像这样的人不能马上就见他的，我要先杀杀他的锐气。哦，来求我们，他还有锐气啊？那就不要来求嘛。他倒是不敢跟我们摆什么架子，只不过呢，上次藤井到上海来跟我谈到山东的印染业，特别提到了这个陈寿亭，说这个人狡猾，很难对付。一个做小生意的不狡猾又怎么办？陈老板，我们董事长正在和英国客人谈生意，你呀可能得多等一会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等着。来喝茶。哎，好，喝茶。董事长，他们都等了1个小时了，我看可以了。No， 还不行，还叫他们等。我要弄得他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再去见他。广东人讲究这个煲汤，你晓得吧？不到一定的火候是出不来味道的。现在是他们来求我们，我就是要慢慢的煲他，这样才好谈一点嘛。哪个为主，哪个为辅，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搞清楚的。你先下去吧，我打2个电话，不要管他。哎，陈老板，实在是不太好意思，董事长说让您再等一会儿。他马上就处理好手头的事儿，陈老板多担待。没事，孙先生，我等着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孙先生，你们上海人吃得好，那么工人的工钱一定很贵吧？好，嗨，厂子大，这笔开支也就大，要不然薪水低了，请不到人呐。一般工人得不得3块大洋？没那么高，不过也差不多吧。高级技工得不得10块大洋？最高级的一共有5个，像陈老板说的这价，其他的呢就5块8块的。我们厂的薪水是全上海最高的，济南低一点吧。济南是个小地方，很穷，一般工人根本就不用给工钱。管他们吃饭就行了。哦，这一点比上海强。要是给这么高的工钱，在济南根本就没法干。哎，赵先生来的时候不是说厂里给工钱吗？赵先生那是要面子，所以才这么说。其实他厂里的布价钱跟我是一样的，他要是给工钱，
那他的厂子就很难开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哦，陈老板，你再稍等一会儿，我再去看看，好吧？麻烦你了，孙先生。没事，坐。好。喂，是启蒙啊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林伯，是这样，我们约了山东红剧场的陈老板，谈在山东合伙开厂的事儿。他人也来了，我看人挺老实的啊，样子也挺憨厚啊。可是董事长到现在都不愿意见他呀。他为什么不见？他说，你大胆的说，这没有什么嘛，啊？董事长说要先杀杀他的锐气，啊，我看他们都等了一下午了，你看再这样等下去不太好吧？启梦啊，这件事情要谢谢你。生意上的往来就是要讲信用，不想见就不要请人家来，来了就要以礼相待，他这算搞什么名堂嘛？啊？陈寿亭到上海来这件事情，我是知道的。昨天祥荣还跟我说，今天陈寿亭要到厂里去嘛。好，这样，我来打电话跟他说啊。好，谢谢林伯。好。喂，爸爸。陈寿亭，你要马上去见他。老实说，你开出去的条件已经是很苛刻了。要是换了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。可是你看人家还是来了，这说明这个人很真诚啊。马上去见，晚上要请人家吃顿饭。好的，我会的。你不要因为人家没有上过学就瞧不起人家啊！你就是看不起，这里面还有赵东初的面子在呀。你这样做很不好，晓得吧？以后你要做很多大事情的，这样的小事情都处理不好，那就讨厌了。你记牢了不啦？好，我记牢了，我会处理好的。那你放心。想得你管！董事长，再不见一下可不像话了。人家都等了一下午了，这才刚开始。我今天不想见了，叫他明天早上来。今天，今天我本来就没打算要见他。这让我怎么跟人说呀？你随便说，就说我今天不愿意见他也可以，无所谓。叫他明天早上8点来。掌柜的，这孙先生明明说的是2点啊，咱们按点去了，他又不见他，这演的哪一出啊？这是？他是不是想抻抻咱？他那条件够狠的了，他想干什么？掌柜的，来头说。好嘞。来，陈老板，陈老板，你们在这稍微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去请董事长。拜托了，孙先生。好。兴许人家昨天真的是忙。咱的买卖什么时候要忙到这个成色就好了。是这样的，掌柜的，咱的生意忙成这样的话，咱就雇个经理，前面张罗着。您呢有时间
和苗先生下棋。金彪，我有这样的命吗？有。哎，掌柜的，哎，不做了。董事长，山东的那2个人又来了。董事长，我看还是见见吧。孙先生，昨天晚上我想了整整1夜。姓陈的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我们要是和他合作的话，5年之后山东的市场怎么办？山东现在是我们4大重点市场之一，仅仅次于南京，比天津好得多。他要是真的学会了印染技术的话，那对我们江北的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再说赵东初跟他关系也很好，他们2个人要是合起来对付我们，我们会很被动的。他们是有这个实力的，所以我得好好再想一想。董事长，生意可以做不成，但是得讲信用啊。咱要是不愿意跟他合伙，可以把条件提得再苛刻一点。您这老是不愿意见人家，赵先生那儿好像也说不过去呀。不要你来教训我，我会知道的，怎么处理好。就是见，也不能现在见。是。董事长，您说那姓陈的脾气很急，咱要真是把他弄急喽，他要和昌盛、长城那边合作，怎么办？孙先生，你也算是我们家的老员工了，你几岁了？怎么这个脑子跟我爸爸的脑子一样锈掉了？对不起啊，我讲话不太客气。你想想，在上海除了我们，一大挂子还有3家人家是搞印染的。陈勇已经被我们吃掉了，剩下昌盛和长城，大概用不了多久也会被我们吃掉的。姓陈的，你不要看他是从小地方来的，他是看不上他们的，而他们呢，也不敢和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生意，何况是这种生意。所以除了我们，他还能去找谁呀？孙先生，既然想合作，我们就要说了算，从会谈开始就要养成这种习惯，懂了吧？现在我们是发展很快，昌盛和长城那边也可能支撑不了太久。不过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现在宁波和无锡的一些士绅都在进军上海，也在谋划开印染厂或纺织厂。这个行业要想形成垄断，非常困难。咱们是不是应当把山东姓陈的当作同盟来看待，应当尽快让市场饱和起来，减少后起工厂生存的可能性啊！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。好了，孙先生，这些我都想过了。好了，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点，我要从长远考虑。难道英国人又来了？今天还见不上？哎呀，掌柜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那孙先生啊，一直没来，兴许有事儿，脱不开身。但愿这样吧。董事长，都11点3刻了，您要是不见，我就让他们回去吧。你讲的对，生意可以谈不成，但是面不能不见，这样也太讲不过去了啊！你去讲给他听，叫他把钞票拿来，每年以10万元的利润计算，我们谈好是4成，先付3年，那就是一共加起来是12万。这件事情赵东初已经跟他交代好了，他们也是同意的。藤井说这个人狡猾，我们先把他的钱攥在手里。不管是赔还是赚，钞票拿在手里就不怕他狡猾。好啊，对了，爸爸来电话叫我陪他吃饭，这个面子我是不能给的。我们就是要叫他晓得，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物。中午你也不要陪他，交给一般的职员陪一陪就可以了。
就到乍浦路上找个小馆子，随便炒几只小菜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就是要叫他知道，我们不重视他。就叫你上房那个小何啊，对，小何，这个人聪明，不过你要跟他讲好了，回来我要问他的，姓陈的都跟他讲过些什么，啊？陈老板，咱们今天就喝点加饭酒。我从来没喝过加饭酒，我们那儿喝的都是土白酒。来，干！来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冬笋，很好吃的。来尝一尝。我也没吃过冬笋，挺好吃的。你们那儿都吃什么菜？我们那儿这个季节就是大白菜，要么就是萝卜。啊。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们这吃的这么好，工人们一个月挣得很多吧？也不够多，我每月赚2块大洋。那是不多，不过你还年轻，以后还能涨钱。那一般的工人一个月能挣几块大洋？从1块到1块半，很少。那高级技工一个月挣得很多吧？也不多，最高的5块大洋。那5个最好的一个月也5块大洋？是这样，陈老板，那5个人，一个拿6块大洋，3个拿5块大洋，最少的4块半，就这样，也没有太多。哎，吃啊，别客气。陈老板，不吃了。何先生，你回去告诉林老板，我谢谢他的招待。你告诉他，这是我陈寿亭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。金彪老吴，走。掌柜的，你可别气坏了身子。掌柜的，咱也没丢什么，你犯不上和这样的人生气啊。老吴，我是诚心诚意带着款子来上海啊。他4成份子我认了，5年期限我也认了，可这姓林的也太不知道轻重了。老吴，你在上海找3家最大的报馆登广告，招收高级印花技工，济南施工。金彪，你在这等着，咱们自己买票，让那些技工啊跟着咱回济南。他们要是不相信，每人先给10个大洋。老吴，登广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明，如果说济南施工不合适，咱也给他50块大洋，算作见面礼。另外再给东初拍个电报，问他厂子要不要人。我非把上海所有的技工给他挖空了不可。哼，我1个月的工资啊，我顶他1年的，我就不信请不动人，还4成份子。我刚开始就没想过来，还傻了吧唧的把汇票给带来了。这林香荣一晾咱呐，咱算省大发了。老吴、金彪，赶紧办去。哎，掌柜的，你可真有招啊！哼，这才刚开始呢。老吴，你看着吧，我非让林香荣到济南府给咱赔不是不可。您啊，请出去，好吧？我们这儿不单卖。我看看，长长见识。这儿怎么这么多果？哪儿来的？济南的。济南的，在家没事干，出来卖屁股啊？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哎，这样，您啊还是外面请吧，您也买不起，好吧？门外请。我看看还不行啊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啊？我们这儿的布啊，不是卖给你这种人的啊！来，出去吧啊！那你这布多少钱一尺？我们这儿不论尺，论件儿卖。那多少钱一件呢？
多少钱一件你也买不起。不是，我说你这人怎么瞧不起人的呢？我就问问你，你的话，你这布到底多少钱一件？1块钱一件，你能买得起吗？哎，你有银洋吗？你这儿的布都是1块钱一件？哎，对，都是1块钱一件，买不起吧？出去出去！你怎么知道我就买不起呢？哎，你自己看看你自己那样，我就是说你买不起。我要是买得起呢？哎，你把款子拿来，1块钱一件，我马上卖给你。你说话又不算数。哎哎哎，我说话算数，你把款子拿出来，拿出来。你这一共是8种，如果一种1000件，8000件就是8000块。哎呦，我说你买不起吧，还是出去啊！别什么8000件了，你呀1件都买不起。我买得起，你一样给我发1000件，发货发到济南北关车站。你这个讨饭的，捣什么乱？我不是讨饭的，我是济南红炬印染厂的掌柜的，我叫陈寿亭。吹牛吧？不就是8000块吗？这是1万，这是真正的大英帝国渣打银行的本票。交完运费以后，剩下的钱你按照这个账户给我汇到济南去。程掌柜的，得罪，刚才他们是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？生意场上无戏言，能开玩笑吗？准备发货吧。哎，我们没说过那样的话啊，我们不承认啊。你可以不承认，你如果不卖的话，我立刻走人。我马上去报馆，就说六合印染厂言而无信，拿客商开玩笑，把客商当要饭的耍。你看着办吧。董事长，有人骗买。慌什么慌？什么人胆子那么大，跑到这里来胡闹？陈寿亭啊！你先去处理一下。董事长，这事儿得您出面，我不够份儿啊。你先去处理一下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陈老板，别生气啊！哎，陈老板，千万别生气。坐坐，他们不懂事儿，您给我个面子好不好？高抬贵手，放过他们。现在找个差事啊不容易，这样的伙计根本就不能用。是，你们董事长瞧不起人，这些伙计瞧不起人，堂堂六合印染厂就这样吗？孙先生，你这个人还不错，但是跟了林香荣这样的人呐，你这辈子是没有出头之日了。好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不要这些布，但你必须把林香荣给我叫到这儿来，给我赔礼道歉，然后我立马走人。好，那好办，你在这等着啊。怎么回事？嗨，别提了，门市里的几个伙计啊，看不起姓陈的，以为是叫花子呢。嗨，没想到这双方一击，姓陈的真的拿出了钱，8000件，好几10万呢。这帮饭桶，把这帮人给我辞了。姓陈的他想干什么？董事长，他说他可以不要布，就是让你下去给他道个歉。是，哎，董事长，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嘛。赵先生不是已经说过吗？姓陈的时常干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这，董事长，你这有什么？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姓陈的赵东初都是全国印染行业中的知名人物，我要是被姓陈的耍了，要不了多少时间，你看好，大家都会来笑话我的。而且我们又在收购长城和昌盛2个厂子的关口上，这个面子是不能丢的。我道歉是可以保住这几10万，但是我们6个厂的信誉呢，还有我们厂的气势就会打折扣。道歉想都不要想。你下去告诉他，就按8000件发货给他，不仅发货，你还要跟他讲，今天晚上我要在国际饭店请他吃饭。我要用这件事情树立我们6合厂在全国印染界中的地位。姓陈的，我先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财大气粗，然后你还再把布给我运回来。嗨，董事长，这种事情在上海滩也不是头一回了，咱们这是何必呢？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给林伯？不用，现在我是董事长，就按我说的办。
陈老板，我们董事长说了，六合染厂的信用是第一的，我马上就叫人给你发货，楼上正在写单子，等会儿就送下来。董事长很佩服陈老板的才智，今天晚上他要在国际饭店请你吃饭。这么说，你们林老板宁可赔上几十万也不下来道歉？无所谓道歉嘛，这是很正常的生意，几十万对六合来说不是大问题。好，很好。你们林老板既然不肯下来道歉，那我只好把这些布运回去了。你记住了，是济南北关车站。孙先生，你转告林老板，就说今天晚上这顿饭免了。你原话转告他，就说我在济南等着他来给我赔礼道歉。孙先生，你们林老板这样对我，你可全看在眼里了吧？林老爷子这么大的企业家，却养出这样的儿子来，连我这个外人都替他难过。请你转告林老爷子，就说济南的陈寿亭得罪了。告辞。宋先生，你们都被辞掉了。自从这件事情定了以后，我总觉得不太明智。藤井跟咱们想的不一样，咱们想的是如何发财，藤井想的是如何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影响。批布由他控制，机器由他来买。陈六子明明告诉我，机器是德国的好，可他非要买日本货，一切他都控制起来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大股东不就成了冤大头了？我越想呢，越应该跟陈六子合作。也不知那些个人跟他说了些什么，陈六子总是把门堵得严严的。爸，有些事情也不要想得这么难。不管咱是大股东也好，小股东也好，反正藤井也投了资，厂房设备里有他的一半。他想扩大日本的影响，可以，但是不能妨碍咱赚钱发财啊。他要是不让咱发财，咱就给他来个停机撤股。反正这机器放在中国，又不是在日本。也可以这样讲，在当前的局势下，除了咱，没有谁敢和他日本人合伙，咱根本就不用怕他。到时候还是咱说了算。这事以后再说。有德，你要主动的跟陈六子、卢家驹和赵氏兄弟们搞好关系，这也是对付藤井的一种办法。厂子一旦开起来，如果陈六子能够帮咱一把，那可就太好了。这主要看你的了啊！我主要是拉拢苗汉东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这也怪你呀！当时呢，我让你去追苗汉东的妹妹，你嫌人家胖，这个倒受，有啥用呢？如果你现在成了苗汉东的妹夫，那我就成了他们的长辈，那不一切都好办了？你也太缺德了，你呀！就为了滴水金泉的，你就外面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老天爷呀！大兄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嗨，你别提了。前些日子他家翻盖房子，向外扩了一砖地儿。这后院的刘家说他房子上流下的水冲了他家的后墙，资文海就帮他家打官司，官司是赢了，可钱也花光了。这不，输了这家，被法院拆了房子。他男人在一气之下连吞了6包老鼠药。
那是七窍流血，真惨呐，连牙都堵黑了。这资文海赚的可真是黑心钱。你睁睁眼吧！爸，是县西巷张家的那个寡妇，就是因为滴水源打官司的那一家。我看给他俩钱打发了算了，这样闹下去也不好。不给，法律就要讲公正，打官司就得分出胜负。他男人喝老鼠药的事儿，昨天晚上见报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要让他知道，要让其他的人都知道，法律就是无情的。他盖房子为什么不在原来的地基上盖？为什么要多盖出一墙？既然侵犯了他人的利益，他就要付出代价。要给他钱，给了他钱，他还以为咱们要负责任呢。如果再出现情况怎么办？再给钱，我马上打电话给王所长，让他来把他们全部轰走。嘿，王云祥所长吗？嘿，我是文海。哎呀，现在有些人在我门前借着出殡闹事儿。老人家来一趟喽。什么？您忙着呢。哎呀，这些个人在我门前这么搞，我脸上很没有面子。我可要重谢了。劳驾，好，谢谢啊，好。我宁肯把钱给了警察，也不能给他们，给了他们一回就有第二回。